好的，好的。上师大宝，阿爸大宝让我禀告您，能不能让大力他也来？如果不行，大力他可能会自杀，很危险的。那样的话，他就必须留下。您看现在怎么办呢？若是在这之前，他这样说没错。现在不需要那样做。这次所请的客人主要是大力，大妹妈，你去叫他来。好的。师母的乖儿子，现在上师好像要摄受你了。这是由哀怜而生出的慈悲心。证据是他说这次所请的客人中主要的就是你，并且要我亲自来叫你，我也没受到惩罚。你高兴一点。现在我们去见上师吧。真的太好了！阿白上师太好了。来，您请。请坐。孩子，你坐到这里来。谢谢上师。坐下。好。在座的诸位，请安静，请听。仔细想来，我们大家都无可遗憾。我呢，仅仅是为了清净大力的罪业，才让他吃苦的。如果出于自私，要叫他修建房屋，那么我完全可以用温和的方式。所以我这样做是没错的。大妹妹呢，她本来是个女人，尤其是她有很大的悲悯心。由于可怜大力带去假消息，这虽然不对，也不能怪她。伯伯，你呢？因为收到我的信件和纳若巴申言，给大力传授灌顶，情有可原，也是对的。大力呢，他受求法的欲望驱使，自然想用各种方法求得，也是对的。伯伯，纳若巴申言等以后送给你，你们都受苦受累了。可是，这与世俗的苦难是不同的。不管显现为什么样的形象，从佛法上来讲都是应该的。在座没有明白法义的人，千万不可失去信念。本来我要让我这个弟子大灰心9次，这样以后才可以不取人身，没有余韵而成佛。但是没有实现这个设想，罪障的余留习气还没有洗尽，这是大妹妹胆识太小的缘故。不过经过8次大的灰心和无数小的灰心的调伏，大的罪障都已经清除了。现在我摄受你，把如我心脏一般的朱教授都传给你，修道的资粮也由我供给，让你去专心修持，你们应当生起欢喜心呐。谢谢上师。谢谢上师。谢谢上师大宝。在做调伏时，方法很巧妙；在做孽受时，悲心又很大呀。慈悲摄受，师父是真正的佛陀，真正的佛陀啊！上师摄受我，这是现实还是做梦呢？如果是做梦，就千万不要醒过来呀！我是在做梦吗？我是在做梦吗？是不是做梦？看脚印就清楚。是现实，真是真的，不是梦。上师摄受我了，上师摄受我了，谢谢上师，谢谢上师。
看看大力高兴的样子，也难怪他这样高兴了。首先，我赐予你别解脱戒。从现在起，请大德摄持我主持三宝的居士。好，遵命。当初你还没到的前一天晚上，大半智达那若巴已经亲临，并且给你取名为多吉降错，所以今后你就叫这个法名吧。好的，遵命。尝尽了内供的甘露，元气很好。这是密城盛大的62尊圣乐灌顶的象征——金刚坛城。所诠释时的坛城在这里。现在你秘密的名字是贝喜巴多吉，这是本尊和师父赐给你的。孩子，最初我就知道你是具有好根气的弟子。你到我这儿来的那天晚上，我就得到预言，你会大兴佛法。你是上师和空行赐给我的弟子，所以我才假装成耕地的去迎接你。你把我给你的酒一饮而尽，让你耕的地也全都耕完。这预示着你已经成了能接受教授的根器，并且能完全通达法要。为了除尽你的业障，我让你修建了4幢房子，这代表地水火风4大种和4事业。有多次是用各种不合理的方法使你灰心，但是你都不生邪念。依靠这种力量，将来你的法寺会有信心、精进心、大悲等等许多具足法相的弟子。此后会很少贪恋此生欲乐，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坚持居山修道，最后能具足至悲让厌加持之力，并且出现很多具足德相的大师，他们将会使佛法兴盛，就像这上弦之月。你高兴吧？现在你就独自观修，精进修行吧。好的，遵命。